第三得未 ？OK。個區開始啱啱 stage 2 20槍，stage 2係2個人嘅 stage， 總槍數20槍，總槍數20槍。好啦，第三個 stage， 聽晒英文好複雜啊呢個因為。同大家講下啦，上晝我哋會打第1、第2同時間進行嘅，跟住下晝就3、4同時間進行。咁咧就第三個 stage 啦，喺有個人撳掣嗰個位啦 ，stop play 啦，開始經過咗平衡木啦，3個人嘅，3個人啊。有樣嘢補充就係3個人開始，喺3個人開始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個人係有個袋啦，袋裏面係帶住3個人所有3個 super 所有身上面嘅彈夾係擺晒嗰個袋。其中一個人喺其中一個人身上面有個斜孭袋啦，有個袋。我哋會提供俾你㗎，斜孭袋，好細個斜孭。所有不論手槍彈夾、長槍彈夾都喺晒嗰個袋裏面，喺一個人身上。一個人孭晒。係啦。槍。長槍、短槍所有夾，你要即係你呢個 stage， 你諗住要用50隻彈夾嘅，你就擺晒佢㗎啦。好嘢！短槍就行啦，即係得6隻嘅啫，你最多啦。咁行完嗰個平衡木咧之後就入去房，間房係冇燈嘅，冇燈㗎，你哋自己諗住唔同㗎啦。入到去間房你見到個箭嘴右手邊第一個門口，一入去你即刻可以打開個袋，任何時間、任何位置去撈嘅 make ready 自己搞啦，我哋唔再嗌㗎啦。撈好晒你，即係唔需要等所有人撈晒，已經可以開槍㗎啦。一入去有一個人插咗一夾，已經可以向住你前面嘅 target 打，即係左手邊間房嘅 target。跟住做完晒所有 target 之後，將你哋嘅紅點鏡或者倍數鏡拆低，放喺台面。拆出嚟啊！到時會有一張台俾你好平穩咁樣將你哋嘅紅點鏡擺喺嗰個台面上。我哋拆得唔得？我哋拆低晒。裝入去。唔裝得，你可以。你喺邊試喎？喺裏邊。我裏面有台嘅。喺個房裏面有張台嘅。係，即係喺個2嗰個區裏面，即係喺個門口裏面。即係離開第2號嗰個區域之前，一定要拆低晒你窗上面嘅紅點鏡或者倍數鏡都要拆低晒。電筒唔使拆啊，電筒唔使拆。拆好晒，跟住出間房，得唔得？啱啱入到門。係啦，原路出翻嚟，然之後見到右手邊有箭嘴入去帳幕裏面，出翻嚟嗰度圍住嘅 area 3、4咧，你會周圍見到靶面，得嗰度3、4裏面個活動範圍，同時間可以做嘅，有問題。嗱，而家大家睇到喺個 map 上面嗰啲圓圈有個十字嗰啲咧，嗰啲其實唔係靶嚟，唔一定喺嗰啲位置，有機會有，亦都未必會有。係穿過帳幕入咗個松，跟住之後。入咗3、4個鐘頭嘅，但係喺個嗰間黑房嗰度，我就原房入去，原房出翻嚟，係咪？即係原個門口出翻嚟。係啦，跟住就係一個順時針咁樣向右行啦，跟住出翻嚟，跑翻去 stop play 度有個位，3個必須到晒先至去敲你個 stop play。跟住而家係呢個發發環節，平衡木一個跌咗落嚟。係要一個行晒，定係3個？3個行晒。即係唔係？I mean 係跌一個行3個要重跑行過。以往都係咁樣。
我想問下入去 Area 2嗰度咧，係咪要3個一齊入晒先至可以開始攞大家寶？冇錯，即係入晒先可以嗰個 area 裏面2個 area 先至可以打開你個袋撈夾，但係撈夾就唔需要3個撈晒先開場嘅。呢度。蘇格蘭咧係。因為呢就係默契，默實而家經常即係暫時我哋佢呢個主題不如3度出晒嗰啲，我先至可以3、4位嗰陣時因為你要拆晒嘅3個拆晒先可以出嚟，要3個拆晒嘅先可以出嚟。時間入關營嘅時間就係要3個到齊，同一時間到齊先至可以攞大價，先至可以再攞大價。係啦，跟住咧出嚟嘅時候，你必須要3個都見到有紅點嘅或者倍數嘅。係啦，咁我嘅意思就係我意思就係話你要喺2出嚟嘅時間，你唔知要甩嘢，全部甩晒所有大價。係啊，即係去到3嘅時間，已經係可以走大價，合晒大家㗎啦，已經係自然合曬嗰。如果喺可以撈埋身場。你總之你嗰個位置就係裝彈。係咪入咗3之後，係咪3個入晒3先可以開槍？3個甩晒嘅先可以離開現。我知，但係跟住咧，你3個甩晒嘅，你咪出嚟。或者3個一齊跑㗎。一條入咗去先，咁嗰條可唔可以你開槍咧？可以。又係你啊！我自己嘅。Sony 有幾多度？Sony 有幾多度？一道門出完門嗰度入嗰度出啦。但我想問下呢條方拉係點睇？嗰條窗口嗰條方拉。咪先？哦，即係喺呢一條係。係啊，嗰度唔係冇嘅。窗口啊，有啲窿啊。咁但係嗰個係有兩。左邊嗰隻咪一個。係隔離嗰個唔用嘅。但係嗰個機主帶咯。你嘅意思就其實呢一彎。波拉邊度跟你講？波拉係呢條。係由呢度入嚟，喺波拉之後嗰張打落。開張張嚟。